即马都市的停车价愈来愈智慧化，毋过这高雄的智慧停车价干那1700多个，无够一成。互机关批评讲这进度上慢啊，是因为台南市智慧停车价是全国第一，比例要到8成。高雄市政府表示讲，明年会增加3300个，按算115年会当完成1万个。一排停车格边仔拢是条仔，用卡就当纳停车钱。伫高雄街路，这种智慧停车格是愈来愈多，目前已经有1000多个。不过计完这期，并隔壁南市也是差真多，因为南市虽望干那有14100个停车格，其中11000个是智慧停车格，比例是全国第一。翻头来看，高雄全市有54979个停车格，煞干那1720个智慧车格，才3.1%尔。交通局表示，目前已经甲厂商签约，明年就会搁增加3300个。那另外东区甲南区这个部分有4900几个这个智慧车格，可能会伫114年来开始。那总共咱是115年会当超过这差不多1万个左右的。高雄市推动智慧车格到搭是第5档，智慧车格煞干那1000多个。不过民众对智慧车格看法无同，有人认为用卡纳钱较环保，有人感觉纸本较方便。有放落车，安尼就互收一个15块，对，我感觉真袂爽啊。这较方便，我会使线上扫码缴费就会使开车走足紧的。除了智慧车格，机关嘛表示，目前高雄市公有停车场电动车充电条有201个，是6都排名第4。交通局回应讲，已经向中央申请设置398个条按算明年会完工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